想約他，私信他，別無視我好嗎？中斷聯繫了嗎？藍的誘惑我等他，一堆廢話願意否嗎？關注他，追看他，在熒幕裏牽掛，通訊被限制嗎？怎招架？單剔隔絕我跟他，封鎖了嗎？沒對話14天，大概足以證實他已狠心離棄。何以將我消失，不再説起？誰知我上傳10個限時動態，定時直播。醉過喊過，期待有他深切慰問我，但我清清楚楚終止交往，他更快樂過。被退出驚訝什麼？誰管我獨來獨往，大時大節你提及我，每晚勉強全面離線，未見得更熱過。你曾犯錯，隔離了我，阻止我搞清楚。關注他，追看他，在熒幕裏牽掛，通訊被限制嗎？怎招架？單剔隔絕我跟他，封鎖了嗎？沒對話14天，大概足以證實他已狠心離棄。何以將我消失，不再説起？誰知我上傳10個限時動態，定時直播。醉過喊過，期待有他深切慰問我，但我清清楚楚終止交往，他更快樂過。被退出驚訝什麼？誰管我獨來獨往，大時大節未提及我，每晚勉強全面離線，未見得更熱過。你曾犯錯，隔離了我，阻止我搞清楚，嫌棄我極徹底，管他殘忍到下世，回復這無情地揮，退掉追蹤，仍不敢放低。明知我上傳10個限時動態，定時直播。醉過喊過，傻在搏他一次慰問我，任我辛辛苦苦花光心血，不會有突破。麻木愛痛着蹉跎，誰管我獨來獨往，大時大節未提及我，說句再見全面離線，未見他掛念過。為何犯錯，隔離了我，該怎去搞清楚？想約他，私信他，別無視我好嗎？中斷聯繫了嗎？等他回覆答我，解説一下。